我是萧胜贤，欢迎收看收成的迄一天。这是阮兜的。我是阿红，屯大田土大汉的彰化囡仔。对我来讲，台语是我甲这块土地相连的财团。我已经是练台语生活第5档啊。阮要找找生活伫台湾庄卡会晓讲台语的囡仔，对因体验收成的迄一天。咱来到这是高雄6区，即区有遮出产的刺瓜仔当咧收成。我伫遮有识识一个真缘投的囡仔兄，或者阿贤，伊自细汉就互因爸爸妈妈带去田里斗做事，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囡仔。行，我带恁来甲伊熟识。咱确定要挽3趟，干嘛呢？挽3趟。哦，3趟草爱蛮悬。挽1-2点钟吧。阿伯对倒一个？在底下。你教哥哥啊？好，你教我教。这头爸爸有摸起来有重量，嘿。啊会长度，像你的手。你讲草啊？拍开。哦，拍开。安尼长，爱安尼挽。哦，这无要紧哟。无要紧，这无要紧。那搁较早挽，搁较拄啊好。搁有挽这挽刺瓜啊，袂使挂着伊的房啊，啊无伊的皮会破皮。哦，就是会去伤着伊迄个皮。哦，就伊嘛会溜皮，甲咱共款会受伤。对。但是食无影响。无影响。是无好看。歹，咱要卖爱好看。迄敢袂伤大？这袂伤大。我甲伊比者。哦，差安尼一撮仔伊就袂使。对，迄袂使。今仔日是出夏日，所以骹手爱较紧。好，安尼。我感觉我敢若有淡薄仔天分。像咱安尼开始收，会使收到当时。收到一个月。收1个月。安尼。哦，人工顺。对。这个，你伫咧创啊啥？你礼拜5转来，你伫学校有发生啥物代志无？你有爬起来无？有啥物特别代志无？安尼主要甲恁教安怎挽是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啦。有定哄学了恁足乖无？拢安尼足愿意来到三江，有无？像会甲恁学了。妈妈的朋友。哦，妈妈的朋友。拢会学了。是哦。爸爸的朋友敢会？会啊，拢会。搁不要动。4趟尔吗？4趟尔。全部4趟？对。啊，我以为足多嘞。无，阮有算过哦。无啊吼。对。我来你少啊。哦，这即马算尾期啊。嘿，因为下骹我拢留一支尔。哦，所以生成营养分拢。长较用。嘿，长较用。嘿，伊的糖慢啊，伤济啊。嘿。所以伊的长的就规个拢。算较绿，较无遐用。较一支尔。妈妈，你讲的这恁敢拢知？知啊。你有概念吗？有诶，伊头只迄个顶头的迄个，对，看起来做自信。就想讲，这我拢知啊，你搁咧问。你是讲的台语课。欢迎收看《一天的台语课》。红诶，你
知影这砍塑胶布的这是啥物？唔知。这是菜果。菜果。菜果就是咱种菜的所在。啊，你知影一条菜果要安怎讲？唔知。叫做一棱。一棱。对。红诶，你知影阮区的所在叫做啥物？唔知。这叫做狗仔底。狗仔底。对。这会当行甲排水。哦，安尼有这狗仔底。对。你认真看这。这粗粗的哦。对，这是电。香仔甲瓜仔拢生伫电，所以电爱扣有电，瓜仔较会水。安尼这电就真重要。对啊。这是今仔日上重要的主角。这我知，这叫做刺瓜啊。这有刺嘛有花，但是咱遮拢讲花瓜。所以叫做花瓜，买当叫刺瓜啊。对。安尼，大家会晓袂？所以等者是要安怎洗？用水冲。像你讲这区本正是种啥？种冰豆。冰豆。安那无看鸡啊？搬了。哦，搬了。你嘛有倒搬着？有。啊，拢足够做。拢足够。真经。真经。安尼你以后要来做菜无？无，就辛苦。啥那你知影足辛苦的，啊你搁愿意安尼家己斗啥？因为足辛苦，所以斗相共。哦，你安尼嘛有道理呢，就是因为因足辛苦的，所以才更加爱家己斗啥。啊，哥哥嘛会甲你做伙安尼斗啥？对。从你几岁开始会斗做这菜6岁。你感觉你甲哥哥相处来，较贤做这菜？我。真的，敢若你家己感觉，还是大人嘛讲？大人嘛讲。因就是讲你哥哥较大。安尼哥哥会？啊，哥哥是功课差。哦，功课较好。洗好了吗？有，清气溜溜。哦，好，你我看入来了。好。这看起来甲头只迄无啥共，这敢嘛是刺瓜啊？这是敏豆啊。哦，冰豆啊。所以这是打种了。种要1个月。哦，要1个月。你有看到迄铁架无？有啊。迄是我甲哥哥打的，我爸爸嘛有。哦，你甲哥哥甲爸爸做伙打。对。安尼一人负责一个啊，爸爸妈妈有分工，啊你甲哥哥拢有斗相共，感觉就是大家拢足互相嘛，足好。这是我爸爸，人拢叫伊收用，其实伊叫无用。我做事的功夫拢是伊教我的。爸爸甲镜头拍一个招呼。嗨，大家好。这大间的你拖袂赢，来，摕这个紧，摕这，摕到这，莫摕伤尾，伤尾伤重。咱工课做了，我要带你去我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哦，好啊。是倒位？是倒位？是这。哦，是这。哇，你甲我带，爸爸，我们去秘密基地，你爱做伙去吗？哦，好啊，那我看一下物件。好。你敢捌家己安尼去哩？唔捌。拢会爸爸带啦。好，行。这就有水啊。生水啊。生水，安尼你带我生。一手甲伊搭，互伊搭底。爱较紧。你讲哦，有嘞，就是这，这个就是这，1、2、3、4只。5只。哇，你看啊，还有虾仔呢，还有虾仔囝。
咱做伙互囝头看。你看因过水的，你跳一下。一人一只，你哪个找到这大只？这是溪鱼啊。哦，这我遐物要讲，这敢袂使食，我想说食。你甲我讲真经，我来，无啦，无你讲。你无真正食呢？我讲真笑。袂啦。哦，好。安尼算你感觉安怎？盖先你加一个足细汉的小屁孩，你算。等下，你的理会才是小屁孩，我大你才济，你讲我小屁孩。有啦，我有感觉你敢若你其实那做大人款的，敢有安尼有人安尼甲你讲过？无。无，我感觉你讲我小屁孩，我感觉你是小大人的。就是你看你工课足够做的，然后嘛足体贴的，拢会替爸爸妈妈因想，对吧？你有感觉哇，我够赞的，安尼无？我讲你家己啊，你有感觉我就棒。我甲你学了干呢，你拢无感觉？无啊。哇，安尼算了，我对唔对？啊无换你甲我学了。这甲阮朋友买的啦。哦，你会晓无？会啊，我会晓啊。安尼哦。啊，你感觉这对咱的园仔有啥物用途？袂当刮鸟啊，我会鸟咧。翕田仔的风景。啊，你要读国中啊？你要像哥哥咧去大校？啊，一礼拜才转来一遍呢。你敢会迄个？敢会适应？会啊。哈？应该会吧。你看哥哥呢？你会迄个无？你会呢？哥哥一开始去大校嘛是会迄个做想厝的，对无？啊，爸爸妈妈做工课，有时啊，较晚转来，啊，你家己，你嘛做独立的。啊，你会唔甘爸爸妈妈吗？啊。大汉拢嘛爱出去外口，对啊，因为那边学习的机会啊，还有那个较济，较看机会较济，啊，所以咱这偏向你就是爱去外口甲人学习，你较有法度甲人比啊，对无？啊。伊的个性是足听话，啊嘛足巧的，就是嘛足体贴的，伊足够看人的目色，嘿，这是个优点。想要甲因哥哥共款去住校，因为安尼对课业上较好好的甲因经较掉啦。因为我想到我国中的时阵，第一遍美招嘛是考甲。无法度，因为阮即个地区就是较偏远，啊，你也要去外口读册，一定爱经过一段。爸爸妈妈尽量，啊，恁会晓嘛是尽量啦，嘿啊，恁的未来恁家己爱去拼，对啊。
安尼噻，哎，可以。哎吼，好。好的哦。来，家己一个人摕一卡。好，啊你甲我教，要安怎摆？就头对头，头对头，嘿，尾对尾。尾对尾。嘿，好。对，等下阿贤，你先甲我检查一下，我安尼敢袂使？安尼好。安尼好啊。哦。爱装面。哦，装面啊。你讲装面，你要解说一下无？装面哦，就是放较水的，伫面顶。放较水的伫面顶叫做装面，这我头一摆学。哎，那个花要留着，哦，这边老的，哦，莫给错掉。就是要花。是安那花要老。有起到有花啊，对方。哦，是安尼。哎，喂，休困一下，休困一下。你爱接电话啊？咁阿贤敢有伫厝诶？有啊，我就是阿贤。妈妈叫你转来食绿豆汤啊。好。系啊，你挖一个新绿豆汤就伫你后壁。啊，你爱挖新啊？哎，好，安尼咱先食绿豆汤好不？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你挂掉。对啊，休困者，哎，你功课足济，逐工来。对啊。别人礼拜拢会写功课，写2工。对啊，人讲规工诶。你家己底。6、7点、5、6点起来做工课做到紧，回来佫无物件食，足可怜的。对啊。我为你的表现看得出来，真正足可怜。嘿，你足可怜，足掂的。伊叫秀玲，伊是阮妈妈。伊本来是读广播电视的，啊，毋过伊无介意台北的生活，所以转来高雄做农。你看，这装甲遐尼水。妈妈，嘿 say hi。嗨。嗨。好啊，我感觉我已经装遮济箱，我应该是熟手啊。咱要来比赛。好啊。好，好哦，好哦，好嘛，好来，等我一下哦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但是还装了水哦。我感觉你的装了足歹，你要定装无？无例外。哎呦！等一下。嘿。哦，你装甲歹。阮拄装尔啦。啥要买啦？顶来，计出来顶准。无合格，你若无合格。OK， 好。哎，这装修嘛是一个学问呢，人买的人买回人看，较会介意啊。好。对啊，你装甲安尼乱七八糟。这就是经验啦，以后我袂着啦。这是阮阿嬷，熟悉伊的人拢叫伊阿段。阿嬷，你即马伫咧创啥？哦，我靠白白生较较现。哦，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咧拍片啊。阿嬷，甲镜头拍一个招呼。哦，大家好安尼哦。好。我会当互你看我做的迄真的？真的。要安怎看？等者。有啊，有工程师的感觉啊。安尼你以后敢有按算要做工程师？有啊。啊算起来变安怎？你爽啊。好。谢谢。哎，我凊彩有诶，哦，我卡掉诶。无。无，伊会过，会无？我卡掉啊。卡掉啊。我，搁一摆。哇。较大。哦。哇，啊紧搬哦。紧办。哇。我就在。耶！你看我手在掉的话。食饭啊！食饭啊！好，行。你确定你安食？你能甲我验？吃完。哦，厉害。阿妈细细。你要换这种的无？我讲。我咧看起较优秀。系啊，有生。吼。你毋是调工要甲阮学学的啊？真正哦，足够册啊！因为我菜较册。
像我安尼，有无规工安尼甲恁斗阵啊做工课啊，唔感觉像恁兜，互人的感觉就是大家足好势。嘿啊，囡仔斗3工，阿嬷嘛疼孙的教孙，啊你嘛拢足乖，拢会斗做，对啊。而且我感觉恁咧带因即两个囡仔，就有恁的想法。啊，较早互伊学独立的，对吧？我感觉伊能力会使的时阵，就甲伊家己洗碗、洗衫，甲衫裤慢慢家己洗。哦，所以拢安尼一步一步，你感觉伊会使，就放互做，放互做。你看伊能力够多的时阵，你就爱放互伊做，嘿。啊，做无好无要紧，洗无清气无要紧啊，因为迄嘛是净你的身躯，毋是净我的身躯啊。嘛是啊，对。够爽啊！这起码咱两个独处的时间，咱会使讲细声话。你有咩什么细声话要甲我讲？以我家己的经验来讲，我感觉不管你以后想要出去做啥，对啊，但是对你来讲，应该这段时间安尼甲厝内人做伙，做伙做工课，一定是你死到会足少念、足怀念。你感觉做田足辛苦，啊，毋过咱头前安尼讲了后，你知影你未来你嘛会少念。你感觉这个辛苦甲伊原底的辛苦，敢有啥物无共？我感觉原本的辛苦就是辛苦呢。以后感觉的辛苦就是思念。哦，听起来足深的呢。即摆的辛苦是单纯的辛苦，但未来迄个辛苦更较复杂。伊又搁有是一款思念的辛苦。其实我足欣赏伊的，我欣赏的点是讲，一直看到因厝内的人拢会互相斗相共，大人看教囡仔，啊囡仔嘛足乖足愿意甲大人斗相共，而且是足主动的。我其实看有时啊，大人会喊囡仔做同伙，但是嘛足侪时阵是囡仔家己知影，即个时阵我就是爱斗相共，伊拢会想要互家己较看起来较拍较缘投，所以我其实要甲伊人伊笑嘛是想足侪步的。毋过伊去还去，我感觉迄嘛是伊一款态度。伊做代志认真的时阵，啊，现认真就是认真。若是有一天我感觉足忝、足心内足歹过、足无好的时阵，我会足想要搁转来即个所在，啊，甲即家伙啊做伙，搁过几工仔的生活，我会感觉是咧充电，安尼。所以真正若要离开因，其实小可毋甘。这是咱黄老高呀，我这用波波。哇，这是不是互咱袂记哩的？不是啦，我知啊，妈妈在等伊啊。面顶拢变迄个软软的。没玩到，好不？好，啊，你若是想厝，你逐工打电话回来啊。啊，嘛当像哥哥安尼啊，逐工打电话回来咧闹啊。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咧拍片啊。哦，好。阿嬷，啊，遮的人拢是哦。修行的迄一天，成功。